大家好，我是徐家军，我是来自于桃园新屋地区的客家人。我的职业是在林业试验所担任研究员，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台湾森林的生态系。那我对大树上，也就是树冠层的生态系非常有兴趣。目前把研究重心放在森林树冠层的部分，以及气候变迁对整个森林生态系的影响。我是永远想要尝试新事物的大人，而且觉得永远都学不够的大人。大家好，我是徐家军，我是林业试验所的研究员，我研究太树当国的植物老生态，故常我从拍客山老客树的。杭州伫台湾嘅山林呢，大部分系青岛嘅干土，根本我会留大家来分享过去伫台湾山林好多一些人生的启示，然后脱离。我着伫山度啊，从皮青苔大背包皮青冬日嘅食物啊，然后露营用具。台湾係一个热带国家，伫山度青岛嘅田诶。田有跟野的当过，像野大背包啊，有时就会比个田的沟道个时你会次往前走，黑毛发秃，个田呢就会越勾越紧，越勾越紧，然后最后你的背包就可能会破掉或怎么样其实遇到这种情形啊，你就退后，因为了迄田的当沟跟野的都是倒沟。然后这倒钩只要你后退就可以解除了。像我着伫人生要从而拄到那种情形，就是你就退一步，你就海阔天空。然后就不见得就是你一定要硬着往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前进。然后你可能你退一步，反而你就会得到就是在前进的一个动力这样。台湾是一个青岛风灾的国家，每年夏天啊都会有非常多的台风。风灾过后呢，就要青岛树头的就往下落，个树头个往下落，给某款方向，给往下落就往伫你的前进的方向。你没有办法从上面爬过去，它其实很高，像这个还是比较小的，有很多很高的大树，然后又轻薄。你就没法度喊过去亚世界，你又背着大背包，就要保持身段的柔软，这样才能慢慢的钻过去。那有时候下面又是烂泥啊，就会搞得自己很狼狈。可是呢，这个就给我一点启示，就是说，像我们在人生里面有时候情势所逼啊，有时候你就是还是要放低你的身段，保持身段柔软，然后你这个时候顺应时势，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度过你目前的难关，继续前进。然后我就在台湾北部的山区呢调查那个台湾山是台湾最高的一种针叶树，然后它就是据说以前都有到上百公尺这么高。那我们爬的这棵台湾山大概将近70公尺，然后就是你在爬一棵树的时候，其实准备工作非常多啊，然后你要先用弹弓把绳子射上去啊，然后架好绳子，那全部都是要team work才可以，就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每个人上去就很辛苦，然后我们要摆这个姿势也非常困难。然后就用 GoPro 拍我们合照啦，就是这张照片我还蛮喜欢的，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棵大树，它的历史其实非常悠久啊，可能都已经上千年了。你在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你想象不到的痕迹。它其实我们要上去，人类要上去很困难，但是它上面其实很热闹，就是你会看到青岛的飞鼠啦，然后他们在上面玩耍啊，然后便便啊，留下很多便便，然后留下脚印，还有他们的窝。所以台湾的山林里面还是生态就是非常丰富。在山里面工作的那个我的心得就是说，我们要有那个team work的精神，不要自己就是蛮干这样。就是你很多人一起合作，还是可以成就
比较多事情。鱼板啊都可以一条大概50米的那个 hinoki， 像两种神木啊，伫个当中都大部分都是空心的。然后我们一般开书的是从外面嘛架绳子，然后爬上去。结摆就问，底位都会空心的，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从那个中间开始爬，就发现底位度就别有洞天哦。就是我们爬，上面竟然是空心，然后出去是一个小花园。就是虽然就一开始就是爬的时候有很多障碍物啊，因为没有人从中间爬过。那就是那一次的经验啊，就不爱凶，就是你不要受限于过去的想法，就你在做事情的时间，你会创意的思考，然后如果有别人给你建议，你们就会心胸要开阔一点，因为如果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做事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可以有更不一样的收获，得到更不一样的体验。这样，这张照片是在一条青苔条跟大扁柏上面拍的。那我很喜欢，就是有一个 Disney 的卡通叫做那个《风中奇缘》，那里面它是叙述一个就是清久以前那个白影很多白人的那个士兵第一次到美洲，然后就遇到当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然后他们一些文化冲突的故事。那就是有一个白人士兵啊，他就遇到那个印第安的那个公主叫 Pocahontas。那 Pocahontas 他就跟他讲啊，说，如果啊你砍掉一棵树，你就永远不知道它会长多高了。这句话就影响我很久，就是我就从想，就是我们在经营跟自然资源的时候啊，你会有永续思考的概念，就是我们要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要想着它未来就是会有哪些影响。那所以就是我们在经营一些人生一些目标的时候，你们要有个永续思考的概念。这样，然后我上礼拜去南部，然后调查做森林的调查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是要沿着一条河坝，然后往上溯。那我就发现啊，如果我沿着那个前人啊他的那个脚步，你就常常会跌倒。我就想说，为什么呢？后来啊就就会搭上你的身材，然后太细步，就是你的身材跟步伐其实是没相用的。然后你在选择你行的路的时间，你要适合你自己的步伐，你会选择你要跳的石头，不要选择别人跳的石头。引申到你的人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间，你会用自家的方法，某一天要依循前人的做法，你要思考前人的做法，某一天最适合你的方法。所以这就是就是行自家的路，本来的启示。那种幻灯片呢，迄个上礼拜伫屏东的山区翕的，你看到全部的崩塌地倾倒，全部都是本来全部都在原始林哦，就会伫88风灾的时间，全部都是在那一次风灾中产生的。这时间下了3天的雨，一天的雨量将近1公尺。这是非常很大的灾难了，因为像在很多欧洲国家啊，或一些温带国家，他们可能年雨量都不到1公尺，可是我们可以在1天里面就下这么大的雨，所以对当时整个南部的山区造成很大的灾害。看到这景色的时候，就想起一句话，就是天地不能以万物为刍狗。其实大自然它是一个中性的。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它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它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它也不会怜悯你这些在地球上的人，因为它就是这样。那我引申出一个想法，就是说，
就是其实我们在随时都要有危机意识，就是说你要随时做好准备，因为我不能觉得说，将来一定是平安的，明天可能一定会怎么样。我们应该要随时有个危机意识，然后随时做好准备面对挑战，就是准备好你自己的意思，这样。两海外4月初伫花莲山区做调查嘅看到嘅Hinoki 嘅太薯条，行伫要拄，行伫掠着森林伫要拄，我就感到轻遗憾，就想说，如果因为这大概都是在20几年前就是伐木造成的那个遗迹嘛，然后想说，如果我可以早生个50年，我就来这个森林，我就觉得哇，好壮观，到处都是大的不得了的大树，可是它们都消失了，因为就会牵引它砍树啊，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看不到树了。然后所以呢，我后来就在想说，就是我就在做。给我们俩头应该做决策的时间，做一些决定的时间，就要思考长远一点，不要做一些就是让后代子孙啊觉得轻打怂，感觉很遗憾的事情。例如我们在决定要盖一个水库或是盖一个核电厂的时候，我们都要想着说，未来的子孙他能不能有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就是我们现代这一代人做的决策，这样。我在从事山林工作大概20几年了，每次啊我入山啊，我就会其实都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启示，因为大自然它永远不会让我们觉得就是很厌烦，它永远都会有新的就是想法，然后你每次进去山里面，你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那所以我还蛮喜欢我这份工作，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应该来多亲近台湾的大自然，因为其实台湾的山林还是非常的美丽，就是它有很多可以启发我们的地方。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给到台湾山林高矮的事情》，谢谢。